大家好，我係文。開呢個頻道主要就係講一講美股同埋港股嘅。咁樣上個星期美股大市就三大指數都上漲 ，S&P 一週升咗3.24%，Nasdaq 一個星期就升咗3.96%，就係收22740。道瓊斯就上星期就升咗3.93%，收44246。佢哋主要呢次上升嘅原因，中美關稅談判緩和咗啦，特朗普暫時就對加拿大加稅暫停啦，市場普遍咧就對貿易衝突嗰個擔憂降溫。另外一個就係科技巨頭嗰啲資本開支都係傾向 AI， 呢啲企業 AI 採用率就快速攀升，第二個 quarter 就係9.2%，比上一個 quarter 係提升咗1.8%。Nvidia 上個星期表現非常之好，一個星期裏邊升咗9.66%，從週一嘅上個星期嘅142蚊升到呢個星期嘅157個7毫半收市，個市值係變咗3.85萬億美元，仲超過Microsoft 微軟重登全球第一。睇好嘅因素主要係有 Blackwell 嘅芯片需求爆發，佢個訂單排到去2026年。微軟仲有 OpenAI 同埋其他 AI 嘅追加採購。另外一個就係佢個毛利率喺個 quarter 維持喺78.4%，佢將降低成本嘅策略，抵消翻佢個部分關稅。失去咗個收益，呢兩個主要係個睇好嘅因素。睇淡嘅因素就係有風險嘅預警啦，地緣政治壓力啦，仲有對華嘅出口限制，令到佢嗰個有80億美元嘅收入缺口，呢個係佔佢營收比係13%。仲有競爭升級啦 ，AMD 嘅芯片喺7月發布。性能會對嗰個 Blackwell 有影響。另外 Nvidia 嘅高管佢個老闆 Jason Wang 往日套現咗3320萬美金，佢個另外一個董事 Stephens 就套現咗8800萬美金。但係從技術面方面嚟睇咧，呢個星期就破咗歷史高位，就152個8毫半。佢個你睇佢大嘅阻力線係去到可以係175到180，短期阻力位都係165到170。你睇個升勢都好急，希望呢次大家可以把握佢個英偉達嘅上升趨勢，好好去撈一筆賺一筆錢。